嗰個舅父又發覺，邊有睇得咁仔細啊？你要明白即係，即係好似啲人檢查飛機覺得哇，就每一粒螺絲都 check 過，梗唔係咁啦，就係行得喐冇事冇幹就算㗎啦嘛。即係你去 check 車嘅話，唔係乜嘢都 check 你㗎嘛，哇！你去驗明車，你估係咪本架車冇問題咧？幾多時啲巴士都係驗明車撞車嘅，出事㗎啦。正確使用安全套可以減少感染艾滋病、性病嘅危險。發現病死禽畜要報告，不加工、不食用病死禽畜、家養犬應接種狂犬病疫苗。人被犬貓爪傷咬傷之後，應立即沖洗傷口，並盡快注射抗血清同狂犬病疫苗。喺血吸蟲病疫區，應盡量避免接觸液水。接觸液水之後，應及時預防性服藥，食用合格碘鹽，預防碘缺乏病。每年應做一次健康體檢，扣好安全帶或戴頭盔，不超速、不酒後駕車，能有效減少道路交通傷害，避免兒童接近危險水域。講乜嘢啊？呢度安全存放農藥，艾滋病同戴頭盔咩有咩唔一樣啊？謹防煤氣中毒。煤氣中毒。中國公民健康素養。佢介紹啲咩啊？好多樣嘢一齊㗎。咁多樣嘢嘅？黐線。預防啊，總之預防。咩病預防？但點解愛滋病點解變咗要戴頭盔嘅咧？安全套就話啫，戴頭盔真係未聽過。衞生部公共場所衞生管理條例實施正式規定，講到戴頭盔。場所經營者應當設置好少人叫戴頭盔㗎。警空標誌，室內公共場所設置嘅吸煙區不得位於行人必經嘅通道上。公共場所不得設置自動售煙機。公共場所經營者應當開展吸煙危害健康嘅宣傳，並配備專兼職人員對吸煙者進行勸阻。張小姐，煙齡1年，中意用名貴嘅法國香水嚟到掩蓋自己身上嘅煙味。陳女士，煙齡17年，已經聞唔到自己身上濃烈嘅煙草氣息。黃老太，煙齡38年，雖然明白點解孫仔總係唔願意同自己親近。隨住煙齡嘅增加，煙草嘅味道已經慢慢侵入你嘅全身，成為你身體嘅印記。你早已發夢，別人卻對你敬而遠之。為咗嗰啲被你忽略嘅美麗，請拒絕吸煙。係咪真係可以滲入住皮膚啊？啲煙我又覺得有少少。艾滋病預防基本知識：與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嘅日常生活同工作接觸，唔會感染艾滋病。潔身自愛，遵守性道德，係預防經性途徑傳染艾滋病嘅根本措施。正確使用避孕套，唔單止能夠避孕，仲能夠減少感染艾滋病性病嘅危險。艾滋病共建國家衛生城市，共享健康美好生活。一個係用衛生城市，做好全區人。一個係用國語，一個係用廣東話。斗門是我家，清潔靠大家。同埋香港有時譯嘅時候咧，即係有用個意思嚟嘅嘢，又用咩噶嘛，又用音嚟譯噶嘛，有時混合埋一齊，所以咪大陸就純係用音嚟譯噶嘛。哇！呢架車咁快都唔怕死嘅。鳳凰花西杯慶祝斗門自治區50週年，暨青春有夢為夢流星斗門區第4屆青年歌手大賽安排，參賽對象係一位西區戶籍。全部呢啲隧道都要咁慢嘅。香港一名直行已經通過替盧乃成啲轉介朋友，軍方話盧乃成當日填寫營區會客單填時候，只係填報20人。事件被揭發之後，佢接受軍方行政調查時，仍然未有承認喺名單外多出6人。直至尋日其他參觀者接受檢方問話時交代事件，佢先至承認共有26人進入營區。總統府發言人表示，馬英九總統一向強調維繫軍紀重要，高度關切近來影響軍紀事件，譴責成國防部立職員。